美國後任總統特朗普繼續籌組新政府內閣，已經確定咗國家安全顧問嘅人選。李永如嘅報導。特朗普今日確認任命佛羅里達州共和黨參議員華爾茲為國家安全顧問。華爾茲視中國為嚴重國家安全威脅，同時亦經常喺社交媒體上針對中國干預加拿大等議題抨擊杜魯多政府，更公開預期聯邦保守黨喺下屆大選將擊敗自由黨。另外，美國多間傳媒報道，特朗普將任命南達科他州女州長諾姆出任國土安全部長。預期諾姆將同已經確認嘅白宮政策副幕僚長米勒同專門負責邊境事務嘅霍曼一齊優先執行大規模遣返非法移民嘅計劃。呢個係特朗普嘅一個核心競選承諾。亦有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傾向於任命佛羅里達州參議員盧比奧為國務卿。一旦成事，盧比奧將成為第一位拉丁裔美國國務卿。盧比奧一直係共和黨鷹派代表，對中國、伊朗同古巴等國家長期保持強硬立場。